大家好，我係傻強。近排《尋秦記》再一次被翻出嚟討論，好多人都話以前嘅港劇真係好嘅，而家已經拍唔翻我一路嚟一路嚟。其實問題唔係單純懷舊，而係《尋秦記》本身正正卡咗一個好特殊嘅時代交界位嘅，唔止係一套成功嘅電視劇，而係代表咗港劇最後一段可以自由發揮嘅黃金年代。講《尋秦記》一定要先講楚出現嗰個年代嗰陣時，電視仲係香港娛樂嘅核心一家人，夜晚坐定定追劇係日常生活一部分劇集，唔需要一開波就爆，唔需要每一集都追求數據，即時反應編劇有空間慢鋪角色，慢慢建立世界觀，觀眾亦都有耐性去跟一個故事成長。《尋秦記》最大嘅特別之處就係冇夠膽亂地穿越歷史，搞笑加科幻、愛情、友情、政治陰謀全部撈埋一齊。如果你用而家眼光嘅呢種題材，一定會俾人問一句：定位係嘅目標，觀眾係邊個？會唔會過界？會唔會唔健康？但係當年呢啲問題根本嘅人理創作人，最重要嘅只係一件事好唔好嘅。而呢種自由其實係制度性嘅，當年電視台要爭收視，要填時段，產量高到一個位，一定要俾編劇導演好大空間試錯拍衰一套，唔會即刻世界末日，因為下個月仲有幾套等緊出街。正正係呢種高產量、環境孕育嘅大量創意。再睇翻《尋秦記》嘅角色設計，你會發現佢哋全部都唔完美。主角項少龍唔係傳統英雄嘅怕死、自私嘴賤，但又有底線。女角色唔係淨係等人救，而係有自己判斷。反派亦都唔係單純壞嘅嘢，有立場、有動機。呢一種角色灰度喺當年好常見，但係佢而家反而愈少。點解會少啲？因為而家嘅創作環境已經完全唔同，平台變咗演算法，變咗每一集都要即刻留人角色，一出場就要有明確標籤，正派反派，正確錯誤。因為觀眾挖走成本太低，你冇辦法慢慢講人性，慢慢鋪轉變。再加上而家創作風險極高，一個設定被鬧就可能全網放大一個角色，被質疑就會影響整套劇，投資方自然越嚟越保守，最後結果就係安全公式反覆使用，真正有靚過嘅作品反而好難出現。《尋秦記》之所以被稱為最後黃金年代代表，係因為佢集合咗幾樣而家已經好罕有嘅條件：第一，高產量；第二，高容錯；第三，觀眾耐性；第四，創作人話事權。當呢四樣嘢一樣樣消失之後，你就再好難見到同類作品。好多人話其實可以翻拍，可以電影版，可以高清重製，但問題從來唔係技術，而係環境。你可以重拍劇情，但你重拍唔翻當年嗰種創作空氣，你重拍唔翻觀眾願意坐低慢慢嘅心態。所以當你問點解而家拍唔翻《尋秦記》，其實答案好簡單，唔係編劇唔睇，唔係演員唔好，而係整個生態已經唔容許一套劇咁樣存在。《尋秦記》係一個時代產物，唔係一個可以複製嘅公式。而我哋今日重提《尋秦記》，其實唔止係懷念一套劇，而係懷念一個創作仍然可以冒險，觀眾仍然可以等待。喺年代呢種狀態消失之後，港劇自然進入另一個階段，未必更差，但一定唔同。最後我想講，如果你而家再重溫《尋秦記》，與其問點解而家拍唔翻，不如問一句：我哋仲有啲空間容許一套劇慢慢長大？如果答案係咁嘅，《尋秦記》永遠只會留喺回憶入邊。如果要再加長呢個討論，其實可以再退後一步，去喺當年觀眾同創作人之間嘅關係嗰陣時，觀眾對劇集嘅期待唔係即時刺激，而係陪伴咁一套劇可以同觀眾生活節奏同步，每晚出現，慢慢累積情。咁連結而家嘅平台節奏太快，觀眾被訓練成幾秒就決定去留創作，自然變成即食。仲有一啲好重要，就係當年嘅演員培育制度，一套劇可以俾新人慢慢試慢慢學，觀眾亦都接受演員喺鏡頭前成長。而家新人一出場就要即刻有完成品水準，否則好快就被淘汰。呢種環境之下，自然啦，好難再出現《尋秦記》呢種長線孕育嘅作品。如果要將呢個話題再推得更深，其實一定要講電視台當年嘅角色定位嗰個年代。電視台唔單止係播放平台，而係內容工廠，編劇、導演、演員長期喺同一個體系入邊合作，彼此熟悉節奏，理解觀眾口味。呢種長期磨合令到創作可以更冒險，因為大家知道就算今次試錯，下次仲有機會。而家嘅創作環境已經完全碎片化，平台唔再需要培養創作人，
只需要即時有效內容。你紅唔紅唔取決於長線能力，而係取決於一兩個瞬間數據。呢種制度之下，創作自然變得短視，因為啲人可以承受長時間投資一個慢熱故事。再返到尋秦記本身，你會發現咗好多橋段其實係容許觀眾唔即刻明白，例如歷史挫折人物、動機轉變，甚至主角價值觀嘅搖擺呢啲位嘅，當年係被接受嘅，因為觀眾相信後面會交代，而家觀眾已經咁呢種信任，每一集都要即刻交代清楚，否則就會被標籤為拖沓。呢種信任流失，其實唔係觀眾變差，而係平台設計導致。當你隨時可以轉台，隨時可以關掉一個故事，就冇資格要求耐性。久而久之，創作人亦都唔再嘗試建立複雜嘅事，因為風險太高，回報太低。講到呢度，就一定要提演算法對創作嘅影響。而家一套劇甚至一條片嘅生死，往往取決於頭幾分鐘甚至頭幾十秒呢種即時反嘅機制，會逼創作人不斷強化刺激，削弱鋪陳。因為平台只會將表現即時好嘅內容繼續推送，而一旦開頭留唔住人整套作品，就會被判死刑。而尋秦記正正相反嘅，唔係靠即時爆點，而係靠時間去建立情感同角色關係，去慢慢留人。演算法最大嘅影響唔係改變觀眾喜好，而係重新定義佢哋，叫做好內容。當數據成為唯一標準，創作人自然會向數據妥協，於是開頭一定要有衝突中段，一定要有轉折尾段，一定要留伏筆。但呢啲設計好多時唔係為咗故事，而係為咗指標。久而久之，故事會變成一連串為留人而存在嘅事件角色，唔再需要成長，只需要不斷製造反應。觀眾亦都被訓練成用幾十秒去判斷一套作品值唔值得繼續，而唔再願意花時間理解背景同動機。尋秦記之所以顯得格格不入，正正因為佢唔急咁容許劇情慢慢展開，容許角色犯錯，容許觀眾一開始未必完全明白，但最終會跟住角色一齊行到尾。呢一種計時方式嘅演算法主導嘅年代，反而成為最大風險。更重要嘅係，演算法會反過嚟影響投資決定。當平台數據顯示短內容快節奏，先有曝光，投資方自然唔會願意將資源投放喺需要時間累積嘅作品上。於是慢熱故事喺未開始之前已經被否定。所以我哋今日見到佢唔單止係創作風格轉變，而係一整套價值判斷被重寫。好內容等於即時表現好，而唔再等於長時間留低影響力。呢一點先係演算法對創作最深遠嘅改變。當年觀眾追尋秦記，其實唔係為咗劇情轉折，而係為咗陪角色一齊行過一段時間。呢種陪伴感嘅而家已經好罕有，因為平台鼓勵嘅係快速消費，而唔係長期陪伴。如果再講演員層面，尋秦記嗰代演員其實係咁高產量環境入邊被訓練出嚟嘅，佢一年可以拍幾套戲、幾套劇，演技係喺實戰中累積。而家演員反而需要一出道就近乎完成品，因為市場唔容許你慢學。呢種差異直接影響角色深度，因為只有容許失敗嘅環境，先會孕育出有缺陷嘅角色。而尋秦記入面嘅角色之所以立體，正正因為佢哋唔怕俾人討厭，唔怕唔完美。再退一步嘅尋秦記，其實仲代表咗一種觀眾同娛樂之間嘅關係。當年觀眾會圍繞一套劇討論、分享，甚至爭論，但唔會即刻否定。而家嘅討論往往一面倒，一旦貼上標籤就冇翻身空間。所以當你問點解而家拍唔翻尋秦記，其實唔係技術問題，唔係人才問題，而係整個文化環境已經轉向即時判斷、快速淘汰慢熱內容嘅生存空間。如果一定要講，有啲可能再出現類似作品，答案唔係完全冇，但前提係觀眾、平台、創作人三方面同時願意放慢節奏，而呢一點佢而家幾乎係逆流而行。所以尋秦記先會被不斷提起，因為佢唔單止係一套劇，而係一個提醒我哋曾經有一段時間娛樂可以唔急，可以唔完美，可以慢慢嘅，而呢種狀態一旦消失，就好難再翻轉頭。講到最後，如果你今日再攞尋秦記，你可能會發現佢節奏未必完美，特效亦都過時，但你仍然會被吸引，因為喺入邊有一種而家好少見嘅真誠創作人，真心相信觀眾願意陪佢行完個故事。
而正正係呢份真誠，令到《尋秦記》可以跨越時間，被一再提起，亦都令佢成為港劇最後黃金年代一個最具代表性嘅符號。去到呢度，我想用一個最直接嘅方式幫條片收尾。如果你問我《尋秦記》值唔值得被一再懷念，我會話值得，但唔係因為佢完美，而係因為佢真實嘅反映過一個年代，創作可以試，觀眾可以等失。敗唔等於死路，呢三樣嘢加埋先，成就到《尋秦記》。而今日我哋不斷問，點解拍唔返？其實已經講明咗答案，因為而家嘅世界已經冇咗空間俾呢種作品存在。當所有嘢都講求即時回報、即時數據、即時評價，慢慢累積嘅價值自然會被淘汰。所以《尋秦記》最重要嘅意義唔係提醒我哋過去有幾好，而係提醒我哋而家失去咗佢哋嘢。如果有一日創作可以再容許慢熱，再容許不完美，再容許觀眾同作品一齊成長嘅，到時就算唔叫《尋秦記》都可能會出現下一個屬於新世代嘅黃金年代。但如果佢咁樣嘅環境嘅《尋秦記》就只會繼續被翻出嚟，被討論，被懷念成為一個永遠指向過去嘅路標，而唔係通往未來嘅方向，呢個先係佢最令人唏噓嘅地方。所以到最後，我想留低一條問題，唔係即刻有答案，但係一定會留喺你個腦入邊。如果有一日娛樂創作再一次需要觀眾學識等待嘅，到時究竟係作品追唔上時代，定係我哋自己已經咁耐性再等？